护中心3月初5举办着奖助学金的颁奖典礼，这届是颁出着将近500万，予436位家扶的学童，要来帮助这群囡仔会当安心来学习。家扶中心的学生朱君谦、桂乃华展现因的专业，替主管来宾美容。因两个人是考到美发专业1级证照。另外一个吴庆文同学是考到台湾大学中文系，表现嘛真优秀。因想要趁这摆颁奖典礼，感谢大家关心和帮助。然后老师就会想尽办法，可能的为我寻找帮助这样。云林家扶中心举办奖学金的颁奖典礼，有各界支持关注，准备500万的奖学金，予436个学生会当安心上课。同时也非常感谢社会各界各山市对家扶中心的一个捐款。虽然较无钱，不过袂影响到家扶囡仔的志气和态度，佮加上有志刚的陪伴照顾，家扶中心栽培真侪人才，嘛受到大家肯定。我相信只要透过不断的学习，一定会拥有自己丰富的人生。有大家关心和爱护，唔但让因感受到温暖，嘛让因会当继续追求家己的梦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